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今日要看的圣经是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到30节。请有照圣经的兄弟掀开32面，也是看头前的投影片。咱做伙来读，请。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，就叫伊家己的奴仆，将所有的交代因，一个互伊分5000，一个互伊2000，一个互伊1000，搁照因的材料就去外国，领5000个随时去做生意，搁趁5000。领2000个也是安尼，各趁2000，独独迄个领1000个，就去谷地来藏目伊的主人的魂，才会落卜的主人甲因算数，领5000个来各5000，讲主啊，你交代我5000。你看，我有搁5000，伊的主人甲伊讲：好啊，好搁尽中的奴仆，已经尽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，通立你的主人的快乐。领2000个也来讲：主啊，你交代我2000，你看。我有搁趁2000，伊的主人甲伊讲：好搁尽中的奴仆，你伫少的已经尽中，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，通立你主人的快乐。1000个也来讲：主啊，我知你是严苛的人。也的所在就要收割，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所以我惊，就将你1000文去台地地里，把你的原命献。你的主人就应伊讲：海国平淡的奴仆啊！你既然在我学业的所在就要收割，我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，就将我的魂伫钱着，我来的时，通得着我的本有甲利息，所以对摕你1000来，互迄有10,000个。因为见若有诶，要互伊有剩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也要摕伊，也迄个无利益诶奴仆，赶伊伫外面黑暗诶所在，伫遐要有提卡家诶切起。愿上帝赐福听伊诶话，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讲道今日牧师要对阮分享的题目是“通你主人的快乐”，请陈牧师。曾牧师、林牧师以及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大家看到这个名陈清平牧师，毋知有带一个讲，那是查甫的。因为我已经足习惯，阮老爸甲我号这个名，听讲阮老母有生的时，我已经有一个阿姐，佮2个阿兄。阮老爸可能真毋满讲，若有2男2女，毋知偌好，所以名拢好好啊。我听讲，我伫细汉的时，6个月进前，穿的衫拢是查某婴仔的衫。迄当阵无丽婴房等等即款的，拢是送来送去，所以我伫细汉的时，就是当做查某婴仔在饲。到有一摆听讲，阮老母在饲肉，
厝边才看讲，这是查甫囡仔，毋是查某囝啊。虽然经过遮久，今仔日我阁会收到讲陈清平小姐的批，也是讲迄个迄叫做公司也是电信局的服务人员打电话来，拢会问讲，请问陈清平小姐敢有伫咧？我拢会甲伊讲，无啦，陈清平小姐无伫咧，陈清平先生有伫咧。这嘛是真趣味，咱的名拢有父母的愿望，也是阿公阿嬷因的愿望。所以虽然有真侪即款的误会，毋过我毋捌想讲要去甲伊改名，真好的一个名清平，人可能较会记哩。真感谢主，互我今仔有机会会通代表玉山新人院来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大家做伙敬拜。我头一摆来到伫咱的教会，所以就爱讲我的名的故事，大家才袂误会。好佳在曾牧师甲林牧师捌我，所以有证明讲，确实是我无毋对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。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是咱真实的圣经。伫开始咱的信息进前，我爱先甲今仔日我来的即个使命先报告，都是为着玉山新人院来向大家请安。玉山新人院是目前伫台湾唯一为着原住民所设立的学校，伊伫花莲鲤鱼潭的边仔，真水的所在。可能咱真侪同工兄姐捌去过。这个玉山新人院，伊已经有一个会馆，所以咱假使若要去东部，咱嘛会通去踮伫迄个会馆的所在。今仔日是咱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，拄啊好伫下暗有一个玉神之夜，7点开始到9点，伫艋舺教会。所以咱各位兄姐若方便，嘛请恁会通去参加，去听遐个学生吟诗，也是做见证等等。玉山新人院伊家己无有任何的生产，所以所需要的经费，拢总是咱国教会为着因的奉献。顶年咱的教会奉献23700块，这是真多的关心甲支持。所以玉山新人院的院长爱我代表伊向大家说多谢。伫过去的年日的中间，咱的教会关心这间原住民的学校，为着因祈祷，为着因做时间关心甲奉献，恳求各位兄姐会通继续甲过去同款来关心这间原住民的新学院。咱倒转来到伫咱的圣经的所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真实，照着温书灾情来分担责任的一个譬如。主要所伫遐讲，亲像有一个人要去外国，就调伊家己遐的萝卜来，甲因有交代，照因的灾情温书，一个互因银5000，一个互因银2000，一个互因1000，然后伊就出国去。迄个领5000的，随时赶紧去做生意，佮赚5000；领2000的嘛同款。过无偌久，迄个主人就转来，伊要甲遮的萝卜来算账。迄个领5000的真欢喜，摕伊所赚的5000来到伫主人的面前。迄
迄个领2000的共款，也摕2000来到伫主人的面前。总是只有迄个摕1000的来到伫主人的面前，甲主人讲：主啊，我知影你是真严苛的人，所以我毋敢滥散去用你予我遮的银。你看，我甲伊戴伫涂骹，这是原来原封不动还予你。伊掠做讲，安尼主人真欢喜。结果主人真受气，讲即个歹过便当的萝卜，就甲伊赶出去外面，互伊在外面黑暗的所在，家己切去。然后伊甲迄个1000摕互迄个已经有1万的迄个。即个譬如咱非常会熟，因为咱读过真侪解。伫29节即个所在，主耶稣讲一个，好亲像是即个譬如的结论的一节经节，因为既然有诶要互伊有剩，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摕去。即节的经节到伫1968年，有一个美国Dr. Morton 教授，伊是社会学的教授，用这节的圣经来建立一个理论，叫做马太效应。可能咱捌听过这个故事。这个马太效应就是讲，你的资源若哪用，会愈来愈强，愈来愈丰富。总是你若无用，愈来愈弱，愈来愈无。所以，迄个用的人，无论是伊的文书、财情、伊的资源，伊会通操练，会通累积经验，产生一个优势，所以会通得到好的机会，甲搁较丰盛的成果。总是咱看下面迄个图，迄个人是甲伊的银仔戴伫个涂骹，所以到伫最后。伊物件拢总无，咱伫生物学会通看到即个马太效应。即个图顶面有两对无共款的洛卡鹿，长颈鹿伫个台语会通讲是麒麟鹿，也是洛卡鹿。听讲正手边迄个。洛卡鹿也是麒麟鹿，因为因得到较济资源，食较丰富的食物，颔骨仔较长，所以因留落来。总是迄个倒手边迄个颔骨仔较短，因较无法度亲像颔骨仔长的麒麟鹿，食到较济物件资源，所以到最后就灭绝。这是生物学，用尽废退。物竞天择，伫咱读初中的时，可能就有读过。所以，这个马太效应，伫迄一般咱拢看会到，伫迄咱的信仰的起造顶面，佫较是安尼。咱拄则看圣经，伫讲一个互伊银5000，一个互伊银2000，一个互伊1000。那伫原文的圣经。迄是用5个他连德、2个他连德、1个他连德。咱若去看英文的圣经，伊嘛有照安的翻译。我有一摆去阿美族的教会，阿美族的圣经原来翻做5个他连德、2个他连德、1个他连德，照原文的翻译。我毋知台湾的圣经安怎吼？咱有一位台湾的长老。毋知因为圣经翻银5000，也是2000，也是1000，也是5个他连德、2个他连德、1个他连德。这个1个他连德是当时在用的迄个钱币的制度。1个他连德会通换6000的罗马银币。咱若看。福音书主耶稣所讲迄个葡萄园的譬如，
迄当时一个工人一工的工资是一个银仔，所以6000个罗马银币大概是16年半的这个工资。我若用一个月24000块来甲伊算，16年半大概是4752000块。所以咱会通发现讲，主耶稣虽然讲一个互伊5个他连得，一个2个他连得，一个1000，一个他连得，无表示讲迄个领一个他连得的是无路用、无价值，毋是。咱甲想看觅，得要甲500万，即卖的500万的迄个价值的资源，迄毋是小看。所以迄个领1000银仔的，家己看清家己，也是讲亲像主人所讲的，派个平淡的萝卜，甲伊的资源，甲伊栽伫个土里，拢总无路用。所以照温书在前来接受托付，这个譬如，事实上是在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有价值。咱来看美国的达人秀，也是亚洲好声音，咱会发现伊的英文的名内面拢有他连得。迄个他连得除了是钱银的制度以外，原来是温书在前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美国达人秀也是亚洲好声音，即马伫世界各国拢有这款的节目。就是希望真侪人有无共款的温书在前，伊会通贡献出来，然后互真侪人来分享。所以咱嘛看到荷兰有一个马丁，唱歌唱甲真好，嘛捌来台湾。英国有一个好亲像咱讲的欧巴桑，结果伊去参加这个英国的达人秀了后，伊的歌声真水。迄就是将咱的温书在前贡献出来的这个意思。咱伫这段的譬如内面，咱较歹了解的是关系。领5000的好亲像较敖，伊的成果较济；领2000的，敢若较含慢，成果较少。总是因所得到的温书在前虽然无共，毋过。因得到主人的学乐甲报赏是同款。我超工用红字甲伊标出来，咱看到领5000甲领2000，主人的学乐完全一模一样，真好，好过正宗的萝卜。你既然伫少有重视，我要派你管较济。入来甲主人做伙欢喜，拢同款。虽然咱有可能伫这个数目顶面感觉会好亲像，哪会安尼？毋过咱若用一个算术来甲伊理解，咱会通变做真容易清楚这个譬如。伊所得到迄个5000，也是讲5个他连得，做。这个数学的分母，伊所领的、所赚的这个5000，做分子，咱所得到的结局是1。所以同款领2000呢，伊嘛得到1，1就是咱应当有的价值，咱的温书在前会通来发挥所得到的成果，就是1。总是只有迄个领1000的，伊得到的是0，所以伊的结局是0。那照安尼来理解，无论你是领5000、领2000、领1000，也是领100、领50、领10，拢是同款会通尽力来发挥。因为咱的温书在前真宝贵，是对咱的天父下来，咱尽力去发挥。达到天父上帝互咱的迄个温书在前，咱的价值就显现出来。
咱搁再来理解一个，就是讲，恁若是领10，总是你敢若发挥2，迄就是20%。你若领10，发挥6，你是60%。总是你若领100，发挥100，也是领10，发挥10，你的价值一走出来，迄是100%。所以温书在前真宝贝，咱对天父上帝领受，咱全力发挥，互伊100%会通显露出来，会通成做好佮尽忠的奴仆。这个好就是负责任的意思，对咱所领受的温书在前负责任。尽忠就是咱尽全力去发挥咱的温书在前。所以第29节，迄个结论讲，已经有诶要互伊搁较济，互伊搁较有剩。咱无论是领偌济，拢会通尽力将咱的价值显现出来。总是你若是有，可比讲好像10万的温书在前，敢若真丰富，你拢毋肯发挥，你拢毋肯贡献。迄就会到29节的后壁迄段讲，无个连伊所有的也拢总要提去，到最后就是一无所有。所以温书在前，咱就要好好去把握，因为咱的温书在前，若是发挥会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成长。咱看迄个领5000的。伊家己搁去趁5000，主人搁互伊1000，所以后来伊有诶资源也是温书在前是11000，然后伊搁努力，搁去再得到11000诶成果，伊价值搁发挥。迄个领2000诶，伊搁再得到2000，所以伊诶资源后来变做4000，然后伊搁尽力去发挥，伊诶价值搁显现出来。所以温书在前也是成果，这是会成长的。咱毋通亲像迄个领1000的，甲迄个囡仔，甲咱的资源，甲咱的温书在前带伫个涂骹，迄就真无彩。伫伫要结束的前，我来讲一个故事。讲伫一个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有一个奥塞奇郡。有一群的印第安人，或者奥塞奇族，爱入一个保留地，这差不多伫1920年左右，100年前左右。这个保留地发现石油，真济石油公司拢走来要甲因租因的地，然后要伫遐开采这个石油。因逐个人拢得到这款的石油公司的租金，迄个头目因为伊的土地较济，所以领到较济的这款的租金，变做富翁。当因开始有钱的时，遐个平地、遐个白人拢走来甲因推销物件，有一个汽车公司的这个推销员，甲这个头目推销这个汽车，迄是真好的汽车，凯迪拉克。本来这个头目伊讲，我毋免用车，我伫个阮住的所在吼，徛咧也真方便。我汽车，阮遮也无好好的车路吼，总是迄个推销员真厉害。伊甲因的头目讲一句话，迄个头目就听伊的话。伊讲吼，美国总统原来坐即款的凯迪拉克的车。即马你若买即款的凯迪拉克的车吼，你甲美国总统同款哦，拢是凯迪拉克的车。所以，即个头目伊就买一只凯迪拉克的车。
总是真麻烦。因遐也无迄个驾驶班，也袂通去学开车，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开车，所以想一个办法，伊就用2只马仔来拖伊的凯迪拉克。这是不是趣味？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开车，伊的想法就是讲，若无我就用2只马来拖，变做敢若是马车共款。毋过真无方便，咱知影美国开车甲咱共平，即个头目伊是用正手，伊就爱用鞭去拍迄个马啊，安尼足无方便，总是无法度啊，伊就是拄着安尼情形。后来有一个白人走来因的所在，看到伊的车，讲：哦，你这只车真赞哦！迄是260匹的马力的车。这个头目听到讲260匹的马力，伊的误解就是讲，买这只凯迪拉克的车应当加2只60匹的马啊，2只260只的马啊，互伊，伊真生气，讲这个奸诈的美国白人，竟然甲我骗，这260匹的马力的凯迪拉克也无互我一只马啊，我家己用2只咧拖，就叫人去甲迄个推销员讲，迄个推销员就来，然后发现讲，这个头目哪会遮奇怪，用2只马啊咧拖伊只车，就甲伊问讲锁匙伫倒，根本这个推销员无负责任，拢无讲我好势，伊就伫个正手边迄个想的所在摕出来锁匙，然后就开，拢毋免马啊拖车就走起来。咱听了会感觉讲真趣味，这个印第安人的头目那遐尔无巧，总是事实上，我是到底编这个工厂的 PPT 的时，我才去了解讲什么是1匹的马力。我相信咱真侪人毋知影1匹的马力什么意思。迄就是讲，一只马啊，伫1秒钟内面，会通将75公斤的物件扭较远，还是扭较悬1公尺，称作1匹的马力。今仔日我嘛是在编这个工厂的时，我才发现讲，原来1匹的马力是安尼。所以伫100年前的迄个美国印第安人的头目，伊当然毋知影讲260匹的马力是啥物意思。伊掠做讲有迄个 horse 伫内面，意思是都爱互伊260只的马啊。伊的误解是安尼。当然，咱直接讲，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笑的代志。总是事实上，我毋是要笑这个印第安人的头目，我是干那用这个故事，互咱各位兄弟来思考一项：咱敢有亲像这个印第安人，伊将伊好好一只真好的凯迪拉克的车，用2只马去拖，咱敢有辜负，还是误用，还是浪费天父上帝予咱的恩赐财情？我是爱咱大家来思考这项代志。咱知影，咱的信仰是爱实践，就是爱有行动，无是无真实的，也是讲无法度表现出咱的信仰的困难。咱都爱信靠仰望，敢若空水布置无路用。咱的信仰都要有行动，咱会通伫咱的生命顶面有翻转、有改变。咱会通去追求成长进步，
毋是敢若留伫原地，伫遐真羡慕，也是伫遐埋怨，看到遐有改变、有成果的人，伫遐甲因拍手，安尼来听，安尼咱的信仰就无够额的溃烂。意思就是讲，咱都要有行动，咱都要尽力去发挥。咱的生命会通有三款无同款的形态，这是学园传道会因个人谈道的小册内面的图片。迄个圆箍啊，内面有一只椅啊，迄是表示咱的活命内面的宝座。咱有将家己放伫迄个宝座顶面。第一张的这个图是咱甲主基督无关系的情形，遐还未认捌主的，无信靠主耶稣基督的，主基督是伫伊的心外，毋是伫迄个箍仔内面。第二款的是，虽然已经信靠主耶稣，总是迄个宝座。犹原伊伫遐金金看，无啥甘放弃伊迄个宝座，所以甲主耶稣伫遐算即个抢椅啊，即个游戏。虽然主基督已经入伫伊的生命内面，毋过伊无有将伊家己的位放弃。犹原时常家己做伊家己的代志，大主大义等等，所以的活命犹原真混乱。咱知影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有一个伊的信仰告别，伊讲安尼无论什么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。但拢变做新的。基督的信仰，互咱真大的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改变咱的活命。有时啊，你甲你的朋友、亲人、同学、同事，伫遐咧讲你的基督的信仰的时，可能伊会甲你应讲啊，所有的宗教拢共款啦，款善款善。不过，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大家讲，基督的信仰毋是要甲你款善款善，基督的信仰是要改变你的活命，互你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互你甲过去无共款。然后，你的活命改变以后，你甲天父上帝的性质真接近、真共款的时。你变做好人，做好代志，迄是自然而然，因为你的活命都已经有这个本质伫内面。所以基督的信仰毋是要款善款善，是要改变你的活命。所以保罗先生伊的见证就是，无论什么人，若是基督结连，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原来保罗先生是伫掠基督徒的一个头目，总是当伊互主光照，得到主的呼召，信主耶稣以后，伊变做一个尽力传主基督的人，完全无共款。所以第三款的生命的形态，就是咱互主基督入到伫咱的心内。坐伫咱活命内面的迄个宝座顶面，咱的活命是主基督甲咱掌管。咱每一个人拢愿意尽力发挥咱的本分，修咱的恩赐才情，可会当亲像天父上帝所予咱的迄个目标共款。咱退路咱的
活命的迄个宝座，互主耶稣坐伫遐。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用全心全力来听上帝，甲听人。迄个时阵，咱要亲像诗篇第1篇所描写的，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袂孤单。最后迄句是足好的，伊所做的事，一切拢要顺利。这就是咱若守咱的本分，尽力来发挥天父上帝所予咱的恩赐才情，咱会通入到伫咱的主人的快乐内面，甲咱的天父上帝享受遐荣耀，伊所予咱的福分。所以这对咱的性命来讲是真要紧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如，是照咱的恩赐才情，互咱无共款的恩赐才情，然后互咱别人去发挥。咱的教会也是安尼，咱有无共款的恩赐才情，咱大家伫遐尽力发挥，然后咱的教会就要亲像对面的天国共款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搁再一摆，用马太福音25章14、19、30这段的经文，做伙三甲来勉励，互咱会通努力、尽力发挥咱的恩赐才情。虽然咱毋知头前的路会安怎，亲像拄较寡咱所要吟的回应诗歌。总是咱相信，天父上帝在带咱的路，天父上帝照咱无共款的情况，赏赐咱无共款的恩赐才情。愿主保守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也因为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发挥咱的价值，互咱的教会日日进展。互咱的教会兴起，成做这个所在的金灯塔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众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会通搁一摆来领受这段主耶稣所讲的譬如，照着无共的恩赐才情来分担责任。阮伫教会内面是一个大家庭。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责任，无共款的恩赐才情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会通尽力来发挥，互阮会通行做主好搁尽忠的路途。对伫安尼，我的活命改变，我的教会要兴起。我们的感谢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